民建聯一直致力保障基層勞工權益，多年嚟積極推動最低工資改革。喺2006年率先提出喺個別行業實行最低工資，2011年最低工資正式實施。2022年，民建聯提出2年一檢嘅滯後問題，並建議改為1年一檢。經過長期努力，政府喺2024年接納民建聯建議，採納1年一檢機制，同時喺2026年5月起，採用包含通脹同埋經濟增長因素嘅方程式調整最低工資水平。一方面保障最低工資增長不低於通脹，亦都可以協助企業規劃成本，促進勞資和諧。未來我哋建議以低薪行業僱員每小時工資第10個百分位作為調整最低工資水平嘅指標，同時主張設置一道防線。若果經濟步入衰退，出現低薪僱員激增或者失業率急升等情況，政府應該立即啟動審議程式，研究是否下調最低工資水平。